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浩明，阿明哥，欢迎收看《福起來》。今日我哋邀請嘅來賓有幾多身份？第一，伊係旅行嘅探險家；第二，伊係一個文化創意設計家；第三，伊係咧一個南美洲一檔智利嘅國家。伊嘅時節講嘅西班牙文白流，伊嘛本當地人講伊係一個天使嘅樹。第五，伊去講嘅等最想去嘅地方，南極大強。今天我哋接下來歡迎我哋今日來賓徐文文徐大哥。主持人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徐文文阿明哥。我呢頭擺呢都喺呢條智利啦。我最想去學一啲東西嚟講，因為我哋講而家西班牙文啊，其實係最全世界最流行嘅一個語言啦，其實而家講你講美國啦，美國嚟講其實喺美國講西班牙文嘅人啊，比講英文嘅人嗰度，你係咪可以教我一句西班牙文嘅打招呼嘅方法好冇？嗰件啊，伊哋都 Hola， 係啊 ，Comandas， 你好嗎 ？Comandas， 也係 hello 嘅意思係咪？say hello 嘅意思。say hello 意思，就說 hello， 就是 hello 你好這樣子嘅意思。Comandas， 我請問一下嗬，你係睇台灣講啊？係啊，我係24區客家人嚟，我出世喺屏東啊。幾時怎麼會去到智利呢？因為呢一個應該嚟講啦，因為當初啊有啲朋友嚟講一個水草，中南法水草，係西班牙文叫 Musgo， 一個東西呢，因為全世界啊只有4個國家有，依啲都有一個中國的長白山，但係有一個品質過差，那麼還有一個紐西蘭。個一個智利，還有秘魯也有，全世界只有4個國家。那麼供應10分多的一個人講嘅蘭花一個種植的國家。台灣是蘭花王國，不說我哋台灣、韓國、泰國、日本、荷蘭，甚至新加坡出口旅遊，泰國出口旅遊需要呢啲東西。故說呢，朋友講嘅一個東西呢，可能有一個。有一啲事業可以做，因此呢，讓許多南美洲呢來侵入個水草。相信幾多朋友想問講，像我哋蘭花係一樣個特別嘅蘭，嗰種水草，咱可以種蘭花係咪？頭擺呢種蘭花呢，係用一個蛇木屑，因為蛇木係錯，蛇木呢因為一個算一個保育嘅東西，那麼也頭擺日本時代都採係10分多嘅，故所呢一個東西都嚴格減少。那麼會不會有人尋到一個水草？水草呢係一個濕地高原，高原裡面的濕地嘅一個產物。喺山上嘅高原啊，有呢啲水草。濕地哦，一個行呢單行路，你行冇行腳會沉下去。軟嘅種地方咧。會不會人都發現講，一個水草對蘭花嘅種植有相當大嘅幫助。故所以因此呢，為了尋一個水草呢，我哋都去到智利聖地亞哥。因為出產水草嘅地方係一個往南，不得蒙一個蒙特港嘅附近咧。但係蒙特港嘅水草已經摘咗30年，故所以也好冇貴種嘅水草。故所我哋都透過當地嘅朋友去打探，結果發現到南極大強，有安呢東西，個也親切係十分依人嘅地方啦，係。可以講我哋新嘅游牧民族嘅，我哋以前講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，而家我哋咧。文文泰國嘛，喺呢度一潛嘅水草，對台灣潛到智利，而家就去南極睇看。其實我想講，幾多觀眾朋友想問啦，請問一下我點樣去智利啊？智利其實有幾多航線啊？你可以坐南非坐過南半球對南非過去，係南非比到一個智利聖地亞哥。那麼我也可以對美國。轉機到巴西到巴西嘅一個聖保羅再過，嗰多條航線啦，但係10分遠啦。我坐過一條航線係一個阿聯酋，我記嘛飛機過後坐啦，但係10分遠，坐到杜拜再轉咧一個巴西嘅一個聖保羅，再到一個，一共
6點。我31人嘅呢？包括轉機啊！去南區墾昌係迄個地方吼，36點鐘以外，要加11點鐘，佢真是錯失我必殺。咁你日南極太強，其實我上岸嘅嗰種觀眾朋友根本冇聽過也要名嘅。其實我出車同我哋啲觀眾朋友講一下，南極同南極太強有乜個差別咧？哦，南極族呢，一般算一個一個地球嘅天南片嘅一個島啊。南極呢，伊係有陸地嘅，北極伊係出個平，伊冇陸地嘛吼。南極故作佢睇望遠鏡都以為南極有企鵝，北極冇企鵝。但係呢，北極有北極熊，啊，南極冇北極熊。啊，南極墾咯都沿邊咯，有個眼睛都差唔多係靠近南極1600公里嘅地方。哦，係智利最南端嘅一個島嘅。一個島。係。佢隻個人咧，伊哋自稱講伊係馬家樣咧，因為伊哋想要獨立。馬家樣咧就是麥哲倫，他們想成立一個麥哲倫國。啊，但係呢，因邊呢又受一個智利一個牽制，故所伊哋冇合土。故所呢，伊哋國慶嘅時候，伊哋會加兩個國旗，伊哋麥哲倫國嘅國旗，伊哋係智利嘅國旗，伊哋係智利嘅國旗。咁從睇南極太強嘅話，伊哋啲溫度很用嘅。其實熱天嘅時節吼，嘛可以差不多25度。啊，一般呢差唔多係18度嘅。啊，寒天咯都零下20-30度。20-30度。係22度係。我嗰塊想講，唔記零下20-30度，唔一般人差唔多時間會久。基本上你南極，像我哋冬天會長。對，同我哋台灣相反嘛。我哋天熱嘅時間都係天寒嘅時間。你像我哋暑假啊，天熱嘅時間，伊哋嘅都差唔多零下，都到處都白色，一片白色嘅世界係。出門呢要等掃雪車掃開人能擦拭的水，迄門擦拭唔最起啊。咁你一年差唔多一度當年係冬天。差唔多也係有4個人月啦。4個人月係幾隻？咁從我哋按寒熱嘅地方，伊哋上面嘅居民係用乜嘅東西來維生咯？其實南極墾啊，吼，南極太墾咯，伊我喺啲地方就拿大嚟，伊個喏，如係一個百內國家公園吼，伊係。全世界第8大自然景觀區，按照百內國家公園一個所在，所以呢，一年一批嘅人呢，差唔多有65萬嘅人左右。幾多呢？吼，一般都去探險啊，因為個風光實在有獎啦，哈。伊個價個呀，你像我個是我喺呢個小鎮啊，哈，那17000人，但係一年我一批65萬嘅人，60批呢，10分多人係。按叫啊，中國嘅香港人嚇，我去係很少數啊。我哋台灣人去到嘅幾乎輕少。嗰時嘅亂嚟講，我哋多方嘅人都幾乎是用觀光業作為主業，係咪意思嘛？係錯。個畜牧係伊個向牛嘅向羊嘅係。我記得牛嘅向羊嘅向嗰度係叫青島。係。寒天的時間，牛會養都叫個爛啊，好比是個乾的草。春天的時間就不用說了，個發芽芽，真是發芽芽。可是說，咁人哋睇嗰邊，除咗因為撿水草，嚇人去到我哋南極太強，咁人撿到水草都批過嚟台灣啦，還是賣到全世界幾多地方去？大部分還是轉來台灣啦，有些部分的呢，我賣到泰國啦。泰國入面哦，全世界最強嘅水草都係紐西蘭嘅水草。一磅5公斤啊，佢賣到泰國可能賣差唔多4500個元台幣啊。係因為伊10分強，伊按床嘅時候伊要保水條嘅辦法，伊可以按嚟滾喺嗰度聽到係。故所以係下拍係。南極太強嘅水草，因為可能有第位技術還冇突破，因為採過嚟安床，但係經過細膩嘅風乾以後啊，伊會彈起，會變短嘅時間，伊個價值都會過毛。係。嗰種將來水草本身愛是洗澡來，風乾。風乾。係。嗰種你哋嗰邊有工廠？有我哋有綠洞嘅一個洗水草嘅地方。係。用嘅5秒啊差唔多離地1米牽起來，但係一定要用一個帆布蓋定，因為降落雪落雨，係差唔多4日都走嘅。
因为水草呢含了90%的水分。嘿，我说这时间当初许多先去智利，吼，过后来再去南去太强的时间，你这个呢？冇想过讲，刚才提个细的公司如何这么年来还见咯？董事长这么还见咯？应该安尼讲啦，因为吼，俺哋客家人啊，因讲啊，牛强出世啊，许多个啊吼，一切啊对人开始啊，因为这只个系原木本人开发的地方。啊，个出第一题呢，你因为呢，这个系佛伦沙沙岩，古时候呢，许多一个南极圈的时间，去参加一个世界上头天南的一个佛伦沙，那达勒斯佛伦社哈。嗰時有條沙魚嗬，可能係哎呦東方來，東方人嗰隻位嘅冇遇到沙，看唔到。嗰時我哋睇嘅嗬，行出去內陸嗬，你看唔到黃皮膚嘅嘢，你搶係一隻。嗰時去嘅時間咯，一定對人哋會好奇，啊對人哋佛倫沙嘛，嗰度真好奇會問，哦，那麼我對一條沙魚咯，一問到啊，一個難得天嘅機人，啊度好有啲沙魚，伊都係一個人哋一個那達勒斯嘅農業。局長，按到還交咯，伊同係聽數嗰度，伊都下線一本中央政府，講有一間安尼公司，嚇，係咪可以每年嘅當天呢都可以出貨，貨俾幫人。片嘅咧，係，但係因為年日嘅訓練要出口牌照嘅嘢嘛，不管環境是有問題，出口呢一棒啊都1600公里以外嘅港口啊，搶日嘅運費都嚇死人咧。嗰時候呢，伊都下線俾啊，結果中央同意，啊，但係伊嘅條件都講，廿個農業局地擺，要有人有安尼出口牌，結果有隻什麼有當天然。嗰時候呢，伊都可以多人哋倉庫嘅驗關，人哋貼貨條嘅驗關sign，那個封條一封，啪都冇事嘅。嗰時候人哋係唯一南極圈第一間呢一個外商公司。也係第的幾隻人120人啊，有一個城市啊，120人，人係第的第一隻嘅外商公司係可以直接出貨啊，出關呢啲公司係冇天然人係啊。呢度嘅事錯，我哋咧文明泰國去到智利，睇下話嗰度嗰精彩故事哦，我哋馬上過來哦。翻過來福起來嘅，我哋今日邀請嘅來賓文明泰國遇到潛水槽，以前到智利，再到南極嘅太極，伊哋嘅黑嘅鬼叫。文明泰國，你咪同人泰國講一下，你啲黑嘅時間嗬，伊發生乜鬼神奇嘅事情？其實以我哋睇嘅邊外國人嘛，嗬，當然伊對我哋呢一個文化咯，食咯，出嗰度鬼有興趣嘅啦。那麼我喺房東呢，伊都喺當天呢，伊啲算係伊啲企業家，哦，但係呢，伊都一個神通嗰度，一個乜嘅片如果冇買新片啦，我哋呢去嘅時候穿幾波，啊，因為邊咧嗰陣出個牙膏樣啊，為了保護下身體啊，嗰時同佢冰箱打開來，出開伊食唔得啲東西，出開啲木薯啊，就像可樂啦，甜嘅東西，一出開安尼，出開木薯，然後提講那是乜嘅，如果我哋啲肝子也健康啊。嗰時候伊都變得身體幾好嘅，但是我有啲問題，你講，像義委因為講，唔得一道外人睇有乜嘅理論同我講一道東西唔可以食，因為你喺東方，伊其實唔會用啲東方嘅嗰種醫學嘅觀點去講嘛。一個好都好呢，就係因為安尼伊相信我咯，因為我去到南極太極嘅第一日啊，伊都帶我去看水槽，我都發現伊炒茶呀嗬，可以安尼炒，唔可以使我獨燈嘅燈嚟炒。做乜咯？係，嗰時候我看我有啲也圍住要燉到，係，圍住要燉到。嗰時候呢，佢講了幾日的以後啊，幾多一卡嘅時間，我就跟他講啦，講你嘅圍住嗬，有輸送過，有輸送。伊講喺100年前，佢好多把輸送盤下來燉到，我講緊係可以處理。
哦，你都想讲，古说啊开刀咩？每古说建议咧，吼，我都是调尾椎，吼，免得尾骨喏，开通哦，那种整脊系咪？系整脊，系。尾椎短到年吼，我同我上太好上唔强。系啊。结果我哋跳过去嘅时候，伊讲吼天意，伊讲我鬼谱啊。以前磨出来，以前是，古说吼，伊都很爱落，伊叫我弟弟啊，迄哥哥，古说变得他跟你的感情都真系上天哦，彼此关怀，也个关照啦，因为伊对你啦。系啊。像你头先讲緊係哋南極睇近嘅地方，其實嗰度嘅觀光客，所以哋嗰邊咧食飯奉上，係咪同人哋冇共用啊？當然冇共用，伊哋肉食國家嘛，係啊，伊哋古說伊哋肉頓飯食用嘅啊，係啊，啊伊哋主食都肉嘛，羊肉，啊個有個牛肉，啊鐵過去嘅係有個羊駝肉，羊駝肉十分好食，係。羊駝肉嗰種人能講我配你咧，係啦。嗰種羊駝，因為吼，佢就係有野生的羊駝，但係野生的羊駝唔可以做哦，你做我管到死哦，伊個真嚴哦。嗰時伊就拿來吃嘅，係熟嘅都差唔多。係熟嘅，羊駝是很好食。我講我食到羊駝肉，所以因為咯，我睇個因為咯，我都免費同人做整椎，做都因為係咪天使之手？西班牙話到 mano de ángel，mano de ángel，都因為我哋處理好嗰度安尼。古說咯，我要冇啲數錢嘅嚇，吼，因為我直接我哋等我直接。古說我攞不一種做嘅，不是羊駝肉啦、干貝啦，因為我哋嘅干貝青島，吼，啊個有個，反正牛肉，買個牛肉我送來啦，係啊，如果上去做嘅我上嗰啲東西，因為門打開有東西是的。嗰個冬天人都樣講咯，都甘車吼，去提的去解決的問題，啊拿錢哦，都上都樣講個身份了，然後呢個陌生了，都嗌人有乜個東西啊，都不分享不難的意思。嗰時唔係時節因為一定也要直接，嗰時你就全部用義診的方式。係，我做過義診啦。用一種整脊係咪？係美式整椎啦，我睇做義診啊，做到我哋嘅腎臟，我哋嘅吼，我哋嘅人都買個腎哦，都烏丁馬不蘭沙，叫做最後希望腎。哦，做乜嘢名咯？因為睇一個100多年前西班牙人一批嘅時候，一出來行唔出嘅，因為佢冇導航啊，就是一個羅盤啊，啊因為個密麻麻島嶼啊，一行出來行唔出啊，潛一下也潛唔出，啊有個船長都講啊，我最後一次規劃這個路線，如果出不去，可能出個人會死嘅，因為冇食物呀。水也是黑的，結果呢，伊人都行出去嘅，哦，不說最後希望，我點啊別人啥都變成一個省的名嘅，哦，省長也本來看啦，省長整個家啦，啊個區長，4個省是一個區啊，連區長都本來看，不說我睇個變得親友名，嗰都要請來，因為我想講，伊人絕對冇想到講，像我哋能夠整脊哈，其實我哋對東方人嚟講。可能個底係乜個東西，可能你媽咪講，你棒棒啊，身體可以變得更好。伊連糖都冇糖過，係啊。係啊。係啊。啊，唔過哋棒嘅時節怕。還好，因為美式整椎吼，它以係用一個解剖學為基礎嘅一個一個，古時候人家解剖學同一個神經學吼，個一個肌肉構造，那十分了解，那有法度去做啊，係，啊個做十分好，啊呀，體後也睇拿到專業執照，係，古時候。變咧講南美洲6個國家我都可以做，因為南美共同市場，我想去換證啊都可以嘅。嗰時嗰時我想到講，唔知咁咪當去潛水草，我做去做整脊啊你。因為一個吼無心插柳啦，因為同人天數太多嘅時間，我可以如果弄唔成槍，伊啲執照呢，都可以替人數錢做啊樣嘅，我感覺可以呢。但一般啊，睇南美洲啊，你成槍伊啲執照啊。本等1年2年係個正常嘅事啊，係我22年都拿到嘅。咁你幾時是喺哪學啊？喏？我喺台灣學，啊個喏係要去進修，要去泰國有個清邁醫學院學解剖學，有個過程幾多啦，係啊。那麼我比別人我認真啦，因為喏我即刻發生過3擺車禍，我都摔斷腰椎啊，都因為安尼，故所以我去深入了解一個事情。嗰時幾時本來都想講，邊度可能自家哪一年為事業，然後就去學安尼嘅喺台灣、泰國學安尼嘅技術，冇想到去到嗰片，變得很實用嘅。我連比洋機都學，我做比洋機啊，
我做嘛会同一个空姐整嘴，我都。哎呀，嗰度上面呢，你应该去把妹的吧？唔係，嗰時我啲朋友同我講啊，你嘅技術課講係冇，係啊，安尼佢報空姐又唔會俾人告性騷擾，我講也嘅鬼快學啊，因為呢，其實你出於一個善良的心態去同人幫助我覺得也個事情都很自然啦，係，因為我講咯，因為做嘅美國聯合航空去智利啊。你個美國嘅聯合航空嘅空姐超過50-60歲啊，要安泰國航路亂嘅，好不幫到樣嘅，結果年人啊，伊送伊啲水嚟，安尼吊燈嚟拿。輸吊吊哦。係，你講人水有問題，伊講唔做嘛會滴啊，我講係困水有滴啊，美國人話呢，怎麼辦？對，以後不人來打。以後不會，伊冇個唔做嘛。真最悄悄都親無啦，反正係坐長途嘅別樣嘅，閒咩？但係呢 video 人係無閒，我提當行啊，唔好嚟坐，佢會做安嘢。咁啊，幾好呢？幾好啊，運動一下身體，真好啊。朋友有得到一個舒服，也是蠻開心的，係啊。其實吼，我哋嗰度歐美嘅航空公司嘅數字，唔像我哋亞洲嘅航空公司，全部都跟人強，佢講嘅，嗰度都像嗰種富人價，係啦。因為等於你講富人價服務其實夠好。耐心夠好，但是你哋可能長期咯，如果有嗰種職業傷害，其實有點辛苦，他們的工作時間非常長，係啊。咁種人呢，睇佢哋拿到執照以後，如果是，咁變成講有兩份工作嘅呢？係啊，伊哋喺水草嘅公司嘛，吼，伊哋啊，安布呀，因為安布的，做個預約啊，嗰種係冇查啊，係啊，啲阿根廷人都走來，阿根廷火地島人來本來看，要14點鐘來查嘅。伊火地島有同查時就算啦，吼，從5點鐘，再9點鐘去查，那請得到嘅。可是我有做過一個退休嘅先生，伊都一個大風雪時就來請我，因為伊痛啊拄唔掉，伊同我講伊行50公差路痛啊要死啊。我講人家個腰椎壓到嘅，我哋裝好我都見你嘅數，我講你係你行路，結果我哋行大風雪點樣行？係3條嘅來回哦。係哦。3條嘅來回係600米哦。係啊。我嘅診所門打開，嗬，男丁係千幾呢？我講唔做嘛，係咪我都已經破佢啦？係。伊講doctor，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嘛？伊講醫生，我講唔問伊個問題，我講唔問啊。伊講唔做嘛平嚟行路啊？我講我啲人有好無啊？伊講安尼全智利尋到安尼醫生咧。出門咧都唔係捱得起你咧。係，阿姑所來伊都感通啊，係啊。伊講安尼尋到安尼可以平嚟行路啊。對，如果你把伊吃了後咧，但是嘛係，伊主方講，伊後來係咪可以真係行嘅幾好，富養嘅幾好？係，因為個吼一針見血，骨頭排骨唔會壓到都好嘅嘛。講起來佢簡單啦，係啊。但是一調好了，要專業嘅技術，係要專業。咁從個地方嘅話，伊本身咧神法咧風俗，神法從來都冇共用啦。佢哋咧節慶咧，伊哋喺過乜嘅節，伊哋喺乜嘅大部分乜嘅教徒啊？伊出開基督教、天主教啦。天主教、基督教，嗰時都過聖誕節嘅都。係聖誕節人都嘅啊！聖誕節時都係我哋天上碌卡嘅時節，因為大家人都病了係咪？係啊，公園啊、貴氣啊、碌卡都全都二代人啊。嗰時候我睇佢過一下聖誕節，我感覺我都煮菜，喺我房度講，我就睇有朋友出個韓過來，係嗰時候我哋睇個聖誕節後都鬧到安尼，嗬，佢爽快啊，跳舞啦，拿個噴喺櫃面嘅啦，連老人家生日強下嚟了，幾個奇妙。咁唔記得煮菜煮乜菜啊？煮台灣菜，因為改變啦，你都我哋嘅。佢就係差唔多食材啦，嗬。像雞丁嗰類嘛，我哋用太白粉炒炒啊，佢乜嘅雞胸肉啊，點解我哋台灣人唔食啦？伊哋佢出嘅是雞胸肉啊，但係外國邊咧係裝咗像豆腐咁嫩啊。哦，係哦。佢簡單啊，用伊啲卵白同嘅太白粉去炒炒啊，鹽下去一炸去，啊伊哋亞師傅啊，同我哋那個小家伙安排。哦。哎呀，我煮菜啊，我個大火快炒。係啊，那個方式。出過一啲過油過熟嘅以後，打喺度炒。嗰時我喺蘇圖邊下個位置，貴州嘅菜弄2點鐘都搞掂啦，係啊，要有方法。嗰時冇想到講你東方人，伊會聽人整治，伊會煮菜，伊會以潛水炒。係啊，咁咪貼到成分嘅吧？不過有嘅行我感覺是安尼啦，因為我較學習啦，係啊，因為我有興趣任何事情，我會去做安尼。
其實學習話吼，可以變成嘅神法，變成嗰度嘅變化。其實喺我哋喺外嗰度嗰精彩嘅故事。翻過來福起來嘅，上一堂節目裡邊，我哋文明泰國同學哋講，以用整集嘅方法，聽所嘅導演，嘛得到一啲填詞指數嘅豐富。像文明泰國，我想問一下，從提嗰邊工作按度，唔平常我出去了冇？哦，當然我也去按講嘅地方。係啊，按唔到去哪了喏？哦，我連記啊，哈，如果全世界第8大自然景觀區，叫做百內國家公園。伊個只個喏10分講，伊個自然景觀吼，伊個有本河，嘿，啊個喏，看得到一個寒太天嘅樹誒，個10分蒼勁，係啊，因為喏，伊長期本一個南極圈嘅風音嗦吼，伊上個路伊咧行咧，10分講，係拗，因為皮一片係，因為風暗的不是很熟，請講。佢從個唔可以講羊駝，所以啲羊駝野生嘅羊駝喺神法挺耐。伊用神法的環境很用啊。嘿，其實百內國家公園吼，都10分多野生的羊駝，可能視察都看到伊，但係你靠近伊會走，會走，差唔多靠近伊2-3米啊，吼，都看得到伊，嘿，啊，伊都可以刺眼睇個，啊，羊駝呀野生的，你絕對偷唔得，係冇，智利政府嗰種管到死啊，因為嗰隻一個野保法睇個10分嚴重啊，包含我哋個天鵝。睇下海邊，我喺啲地方行出去，上面100米都海邊啦。佢喺前天鵝都慢慢地睇個海邊。用石頭接伊吼，你本警察呢會先強5人講係啊，連亂都是唔能養。嗰時有點保護我哋野生動物，保護個昆陽吼。係，那麼而家只個吼有啲特殊嘅地方，很多一個有啲山洞啊，啲德國人發現咧。喺地本度有發現到一啲原始時代嘅水塔，差唔多像100萬個。水塔呢？10分太早。我覺得水塔唔係差唔多啦。係啊，一個遠古時代，一個骨頭那本德國人啊，拿嚟買本大英博物館。你嗰時候嘅大英博物館，嗰時候一個智利人啊，你比如講佢科學，嗰時候人都作嘅，一啲嘅蜆嘅一個企業嚟嘅食嘅。好啊，嗰啲相片你可以看到，我覺得幾熊，幾熊呢？唔係覺得係嗱幾種熊啊？唔係，幾水塔。水塔係。嗰種我哋研究時候，幾我哋講查嘅啦，係。嗰種水塔係按太早。哦，係按太早，係。嗰種從人哋去旅行啊，唔係用啊，前進還是視察呀？哦，其實視察嘅，我記得有一擺吼，都有個我個房東啊，我個哥哥啊，伊個邀請有個員工去員工旅遊啊，有個悍馬車裏邊啊。都塞滿嘅秘魯啦、牛肉啦、雞肉啦、灌腸啦，結果我哋下晝條4點鐘10多一個百內國家公園，都開始生活，天天嘅生活，天天嘅聊。江波路狼下西突啊，睇下有咩樣嘅歌啊？狼下西突帳篷地邊呢？查冇根本冇人去搭帳篷，查地邊。因為個風會強。嗰行人啊？冇人，呢行人都喺度靠貨啊，係啊。嗰時候呢，都等於喺呢條野外嗰種感覺。係，因為吼佢只個呢，百內國家公園安範，佢水吼10分清，那度本水嘛，係，睇佢只都可以看到呢，人講話自然景觀吼，啊有個石頭，有啲石頭吼，上個千像關公，係有個山峰啊，幾相關特殊嘅，係，啊個而家吼入面都巴達哥尼亞高原的一個區塊，已經靠近南極這個尾巴的一個區塊。嗰時候而家只個你可以看到嘅自然景觀10分多啊！那個體育台上的本達阿雷納，離我哋農啊視察差唔多3點鐘到4點多。一趟路哦230公里哦，冇一啲風流燈。啊好，嗰好事呢？你出去咁長啊，你試架路遊，但係你小時冇撞到牛嘅，後邊牛會走出來。唔係撞到人啊，我撞到牛嘅，撞到牛都太跳，會變差。嗰時候呢，睇佢講呢，本達阿雷納呢有一個可能講全世界最強嘅公墓，佢地本一批啊，都嗰陣有啲商用嘅，係啲有啲有錢人呢用花崗岩、泰利石去做一啲對一個祖先尊敬嘅地方，伊哋都俾我睇嘅。哦，10分鐘一個200啊，嗬，差唔多2人咧按太幾。200呢？佢其實我按太吧，成一棟人啊。哦，可能100人。一下100人呢？係啊，伊哋幾百年前都按嚟嘅啊。
佮说几多观光客呢，下茶啊，下比洋机啊，这假如正常一看应该会绑定非常因为个公墓看去参观嘅，佢值得看的一个地方。嘿，嗰種嘅更加話等人強人吼，佢希望去旅行，吼嘛，希望變下等人人生有幾多無窮嘅面向嘅一種探險。所以我對我哋人強人有乜嘅建議？哦，其實也個真好呢，行得出去啊吼，你表示哦，天人有能力，天人也個視野能夠夠發，吼。但係要行出去咯，我啲朋友嘅模樣，伊都夠厲害哦。伊為了伊天咧都佛倫沙9萬學生嘅去也個巴西，去轉來以後，伊都認識墨西哥嘅朋友。那麼伊啊，為了圓這個夢，講啊2年後又去墨西哥，伊轉來盧卡上網做餅嘅，做餅乾賣，但係翕到有機票上面成快飛嘅時間，伊馬上飄入去嘅。俺人民年輕人喺天河呢，都會用一種方式呢，應該自食其力啊，唔好靠盧卡，可以用一個方式來玩下一個行程，下一個旅程，這是最棒最美的事情啦。係用這個力量啦，吼，比如講我上愛去哪個地方，啊，都先計劃好，遇到也計劃，啊，都開始努力的工作，來存錢，係，要攝錢嘛，好，要學一啲新嘅技術，可能許多幾片都將我哋文明喺度用嘅樣，啊，可能學一啲技術，許多幾片可能用得上，啊，都可以提幾片待久一點，好，你變成講可以賺到一些錢，冇玩到一些乜嘅東西，啊，可能本來這個攝不錢，可能能1禮拜2禮拜，可能有一啲細嘅技術，啊，可以變成1張2張嘢。係啊，你講，起碼從相片裏邊有看到講文明喺講，自家本身嘅嗰種工作室 logo， 全部係自家設計嘅，係咪？好，一個奇妙嗬，因為喏，當初我設計一個 logo 嘅時陣，我都想講，我用嘅喏迎合當地人，不一定唔會講人哋太東方、太黐實嘅感覺。故所呢，我都將把智利嘅國旗同安尼一個馬加亞內斯，就是麥哲倫，因為其實想我成立麥哲倫國啦，但係你話題講啦，伊呢有2面國旗，故所以伊呢睇國慶日時要掛2支國旗，嗱你將把2支兩個國旗融合設計出一個安尼呢一個 logo，那馬薩魯一個。馬薩魯係我哋排灣族排灣族嘅問候語，你好的意思，對。啊，故所呢，我都設計出來，因為看睇個，哇，台灣人怎麼？第一有講唔怪愛國咯，第二你也很認同的馬加亞內就是麥哲倫國，係一個地方，故所以應該聽。啊，嗰個係房東呢，有啲青苔嘅地方，因為伊係音樂老師吼，故所以都做一啲舞台啦，這個高本係用嘅啦。啊，伊拄好我去嘅時陣，伊哋睇裝潢，啊壁啊空啦。我都講基本嚟講，一邊係同處理，伊講好啊。嗰時候呢，我都是畫伊個太陽，伊個太陽，過嚟用伊那個一個乾燥嘅樹嚟記下來，路線係記下來，過去啲設計一個打方仔嚟做一個加建，啊去海邊人拍攝嘅啲擺，可以聽不了，因為伊呢可能一生嘢，唔做冇畫安嘅東西。係啊，唔過我有看過個圖片啊。其實太陽歸太陽咯，做乜畫得安太陽咯？因為有舞台侵發啊，嗰時候畫安太陽嚟嘅，伊都冇係講，唔做乜畫太陽，唔做乜畫太陽咯。係啊，我講因為就係個韓人啊，因為韓嗰時畫伊啲太陽吼，佢個過溫暖啊，嗰時候係畫嘅太陽，嗰時候一條東西出去留下來睇嘅。我哋去海邊撩啊，某啲朋友嘅農場會見過海邊，我喺啲路下行出去100米路海邊嘅，千丈嘅海邊。結果飲到伊啲馬嘅頭啦，呢度變白色嘅。你個頭啦，係咪？伊哋見人啲東西，伊哋唔要飲，伊哋唔要做嘛，因為馬屎係嘛，我哋啲漂流木奇形怪狀，伊哋馬冇飲，他根本不當一回事。但係我哋啲教育嘅藝術啲人講，呀保庇呢，學我都飲鬼茶嘅，再去做輕嘅東西，做門把啦，做個吊裳褲嘅架位啦，吊裳褲架用搪瓷啊，個新疆嘅漂流木，係用湯匙啲拗嘅，用螺絲做路邊伊啲吊裳褲嘅架。係啊。嗰時有啲東西，伊哋出去冇看過講，哎呀，侬可以安尼做咯。係啊，侬可以安尼做咯，伊哋不一定啟發佢到啦。係。啊，其實伊個鄉吼，
伊个艺术的东西也有啦，像以前的那个街道的那个加拿大的街道的个垃圾桶。嘿，有看到人相片，规定像呢。伊利用铁的做个工人的造型啊，铁工啦，嘛个造型啊，消防员的造型啊，都其实不是特别垃圾的。可是伊咧，你一啲垃圾桶有看好人无同样咧。嘿，伊个啊吼，叫短短的一条街，佮差有5、6只啦，看得到，佮电影下个垃圾桶，系啊。可是你要艺术的一种书法嘛，把一种的神法变得就是无度穷样诶。系啊，神法就系艺术嘛，其实几多东西啊吼，我连提起只神法，因为唔去买啲竹灯，买啲乜个，迄贵嘅，啊东西又贵烂。故说喏，来关注迄个制裁所，我都还没讲啊，一盆的书诶，一档，我出过去个做，连公园的双层的民床，去个档，去做，嘿，啊个我那个挑水草用那个台诶，出过去个做，厨房的架诶，出过去个做，对啊。真是对的来讲，有那天使之手呢，因为真灵隐的哈，因为要做床架的哈，然后要做很多艺术品。我哋常常讲助人为快乐之本，也意思都讲天数也係一個快樂嘅事情。我哋今日對文明睇過嘅一啲故事裏邊，我哋感覺到講，伊用伊講解伊這個愛嘅東西，用最誠實嘅心去天數騙人，其實也喺過程裏邊，伊得到幾多幾單純嘅快樂同滿足。今日我哋感謝文明泰國倫敦嘅現場。多謝主持人，謝謝各位觀眾，再見。休息後，等下我哋放嚟運通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永煖，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。今日我教大家係針對上半身嘅運動，平常時做事還有打天咯，吼，平常我哋會雙人腿，還有咧頸肩啊、我腰嘅啊，會雙人腿，針對啊，好嚟改善嘅運動哦。今日請人準備咧瑜伽墊，唔是做鞋，人脫鞋都可以嚟做運動嘅。那今日能準備好嘅麼？我哋來運動嘅哦。好，更加請人坐喺瑜伽墊上，兩隻腳好盤坐。好，我哋來做一個呼吸，哈，來吸氣，調氣，調氣嘅時間慢慢嘅，肚臍低後背豎上來。腰嘅喏，我背囊慢慢的捲上來，我眼珠看肚臍，做一個停留。好，吸氣唔好吐，調氣嘅時間慢慢的在鼓來中間，最尾調拿在回側。好，來吸氣。調氣慢慢嚟，好肚臍啲端離背豎上來，眼珠看肚臍，做一個停留。吸氣唔好吐，調氣慢慢嚟再鼓來。好，來。第3擺哦，吸氣，好調氣，慢慢地從個身體個翻啊，低後背捲上來，吸氣冇吐，調氣慢慢地再鼓來。好，來做最尾擺，吸氣，調氣，看個肚臍，好，肚臍豎上來，做一個停留，吸氣，調氣慢慢地回中間。好，更加好，再來做一個老人鉗呢，我講緊老人鉗呢。
好，带动嘅胸口，好，较抬啊一些，眼珠可以好合上来，好，再带动嘅腰诶，较抬强啊，慢慢的做，唔是太急，好，归来，好，按那弯片的哦，好，弯的做片针。尽量放动的强劲的肌肉，好，带动的胸口，眼珠可以合上来，好，再带动的腰诶，慢慢的做。归来中间，好，来用只手打开来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调气是接伫前面，好，慢下来，好，我的手慢慢的伫前面，好，去做一个延伸的动作，做停留。要继续调气哦，好，我背囊尽量伸出来，手尽量伸出，好，手慢慢的过来，一步一步过来，好，眼背慢慢的过来中间，好，再摆下来，老强。从细强的钢筋老强都带胸口，太强的是，好，更加最太强的带动的腰诶，天天的做，再回来中间，回来中间，好，更加弯片做片。带动的胸口，好，再带动的腰诶，归到中间，好，吸气，两只手压高，用在甲上面。好，好，调气，慢慢的伫前面绑上来，做一个停留的动作，背囊爱伸出咯。唔可以嘅，唔怕，你都可以多一片都好诶，听听的。啊，唔感觉，OK， 你都慢慢的伫前面做一个延伸的动作。好，再下去，可以发再下去。尽量好肚子可以同动的脚，慢慢的再过来，一只手慢慢的爬过来，好，再回来中间，好，跟家来做一个扭转的动作，好，吸气。好，第二呢，做片，好，打开来，两只手打开来，做一个扭转的动作。好，第二个做片，弯过去，好，做停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。吸气，调气往右片扭转，好，手啊打开来，背囊爱伸出来哦，腰会打出来，1、2，看后背，3、4、5、6、
7、8、9、10，好，吸氣，好，慢慢地歸到中間，調氣，好，再一擺哦，來，慢慢地數，吸氣，好，調氣的時間對左偏，慢過去，扭轉，好，做一個停留，將肩膀長，讓足靠後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吸氣，調氣，慢慢地往呢右偏扭轉，好，做一個停留，記得咯，我背咯，唔可以安尼鋪背哦，安尼冇效哦，伸出來，好，將肩膀側，膀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吸氣，好，調氣，歸來中間，好，來吸氣，好，來四肢交叉來的上面，再做一個延展的動作，好，做停留，慢慢地定嘅左偏往過去，歸來中間，定嘅右偏往過去，好，我感覺一偏好，一偏的緊，好，我綁到一偏的緊，因為我綁到，好，在上面一些咯，好，慢慢地歸中間，好，慢慢地過來，好，安尼做一個骨盆的運動，好，緩和運動哦，來吸氣，調氣，吸氣，調氣，吸氣，好，調氣，好，今日運動好玩冇？佢簡單哦，其實佢都卡。好，面倒誒，佢睇天下都可以做運動誒，嗬，唔是特佢也瑜伽運動咯，嗬，係個輕鬆嘅運動。希望大家同阿人每日來運動哦，好好運動，阿人將來了。